薛妈，我的球。公子看仔哎细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薛妈，我给你拍一个，你看着啊，看仔看着啊。细哦，嘿嘿看仔哎，没细关系，没关系。薛妈，我给你扔一高的，你看着啊。嗨，薛妈，球上楼了。
罪儿啊？不必多言，快去。是了，您的瞧吧，来到府里头，一手没露呢，他倒红了。来，伺候伺候你，坐下吧。甭让，你们站惯了。薛妈，我来问你，
我来到府里头啊，这么些年，甭说座，连个马扎我也没摇上啊。他倒好，这么会儿啊，都移至上位了。得了，我祝您的天天得意，连升3级。来，坐下吧。飞马，我来问你，那囊中可有什么物件无有啊？是囊中。不情之我真的王苍兰，东山谷必非最亮亮之泉，还有那夜明之离离尘寰，还有那知心莲自引然，我欲还玄宗把宝钗穿在你宫中宝玉观看，让儿虽是心头含牵挂，一时也愁他身火俱离。天把原来在南庄，果然是大人来到此地。碧玉，呀，将随马带至后面，将我那上好的衣服与他多换上几件。哎呦，夫人，刚才不是换了吗？怎么还换呢？不必多言，快去。是了，啊，夫人，这算何意呀？并无待意，稍时你就明白了。这算何意呀？这算何意呀？过来，过来，听我告诉你，我们员外夫人可是个大好人，最能可怜天下的穷人了。尤其是我们老爷，没什么想法。他要是想续二房啊，早该轮着我了，也没你什么事儿。我们收养了一个随马，如今她的丈夫来了，母亲来了，就连她的儿子亲朋好友都来了。怎么他们都来了？都来了。好好好。阿夫人，莫非你有疯病呐？我并无疯病啊，你也特意的慈悲了吧？还是慈悲的好。你这样的慈悲叫人难解。稍时你就明白了。丫鬟，有请薛老夫人。是了，有请薛老夫人。
我严家，方知你在此为仆啊。我就是做。你知了吧？我女儿在此为仆，不过是糊口而已。你说此话，叫她实些什么啊？用你的女儿在此为奴，还穿这闪的衣衫，你快快与我问个明白。你在此为仆，为何身穿这样的好衣服啊？
是你们无有好